歡迎你收睇有關如何申購 IPO 嘅教學短片。以下嘅短片將會於短短幾分鐘內介紹整個申請程序，當中包括你所需提供嘅資料同如何完成有關申請。喺進行申請之前，你必須為預先登記用戶。你可以於 www.eipo.com.hk 透過白表 EIPO 預先登記服務登記並提交簽名式樣，申請成為預先登記用戶。請你輸入白表 EIPO 嘅網址 www.eipo.com.hk 以進入白表 EIPO 服務主頁。現在你看到嘅係白表 EIPO 服務主頁，請點擊公司嘅名稱或商標，申購該公司嘅 IPO。你已到達你所選擇申購嘅 IPO 頁面。若你尚未閱讀招股書，你可以透過本頁面所提供嘅方式閲覽。作為預先登記用戶，請你按預先登記用戶嘅紫色鍵，並且輸入你嘅用戶名。之後請你輸入你嘅密碼。如果你忘記密碼，請按忘記密碼並按照指示取得新密碼。基於安全理由，你需要輸入框格上面所顯示嘅安全碼。請注意，安全碼嘅字母係有大小寫區分。如果你無法瀏覽安全碼，可以點擊刷新按鍵，以載入一個新嘅安全碼，或點擊朗讀按鍵收聽安全碼。完成後，請按下一步以修改你嘅個人資料。你可以於此頁面閱讀服務條款和條件及發售條款和條件細則。你有義務喺勾選框格確認你已經閱讀、理解並接受服務條款和條件，以及發售條款和條件前閱讀這些條款和條件。請按下一步繼續你嘅申請。如需取消申請，請按取消。作為預先登記用戶，你先前輸入嘅資料已經喺電子表格上自動填妥。若有任何資料不正確，請前往白表 EIPO 預先登記網站修改。如果資料正確，請按下一步到下一個頁面。你可以喺此頁嘅下拉選單中選擇申請嘅股份數目。系統將自動計算已包括經紀佣金、香港聯交所交易費及證監會交易徵費嘅總金額。請按下一步繼續你嘅申請。你已經成功填妥所有必須嘅資料，有關資料將喺本頁面上顯示。你必須核對所有資料無誤以完成申請。若要修改有關股份嘅任何資料，請按上一步。若有任何個人資料不正確，請前往白表 EIPO 預先登記網站修改。若資料正確，請按提交以提交你嘅申請。你已成功申請認購 IPO。本頁面上將顯示你嘅申請編號。你在付款時需要小心地引述此編號。請按概覽列印及儲存你嘅申請資料。你可透過以下3種付款方法支付申請款項。請按你所選擇嘅方式了解付款詳情。請注意，各付款選擇完成付款嘅時間及限額有所不同。我們建議你在填妥電子申請表格後盡快付款，以確保你在限期前繳款。若你對付款選擇有疑問，請於上午9時至晚上10時致電熱線電話28628668。請按提交其他申請申購其他 IPO。我哋希望此短片幫助你了解有關網上申購 IPO。感謝你透過白表 EIPO 服務申請認購股份。如果你對此服務有任何問題，請點擊網頁嘅常見問題同教學短片系列視頻網站了解更多資訊。白表 EIPO 服務，讓你透過白表 EIPO 網站以更環保嘅方式於網上申購公開招股股份。